俊杰，你敢有浸过温泉？迄当然嘛有啊，逐个问我过浸过野溪温泉哦。这特别。其实啦，咱全台湾拢有温泉哦，只是北投这个所在是为日本时代就用温泉来发展观光哦，所以咱来问看卖咱的同学对咱的北投温泉敢有熟悉？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你敢捌去浸过温泉？啊，听不懂，啊，听不懂。你有泡过温泉吗？你有泡过温泉吗？有。你去泡过温泉吗？有。有，没有，有啊。有。嗯。你敢知影咱台北的北投是安那叫做北投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在北部吗？忘记不知道。你敢知影咱台湾人是为当时开始有浸温泉的惯习的？日治吗？水，日治时期。水哦。日本来台湾的时阵，水啦。迄个时阵啊，大家会去浸一种免钱的温泉。你敢知影迄种免钱的是什么温泉？免费的。不知道。野外，火山旁边。水就是野溪温泉。北投公园内底一个足重要的建筑物，你感觉伊的作用是啥物货？咧战争的时阵，迄个军人咧住的所在。现在是变博物馆了。对，泡温泉哦。水哦。温泉会馆。对，日本时代北投愈来愈强吼，啊，就有足侪人拢想要去到遐的，会坐什么交通工具去？捷运。日本时代。火车吗？水。火车。水啦。看起来，咱的同学对北投啊，其实拢有一寡基本的认识呢。对啊，不过北投其实还佫有足侪精彩的故事哦。即届恁大家就对阮做伙来去北投听故事。就水的呢。大兴。啊，你敢知影咱后壁这是安那会唱的？因为这个所在是北投的地热国。对，就是因为地热所以会唱烟。啊，你敢知这个现象啊，其实甲北投的地名嘛有关系哦。是啥物款的关系？迄个时阵啊，有迄个平埔族凯达格兰族，因为发力足强大的巫师，因咧做法的时阵啊，好亲像嘛像安尼唱烟的，所以因就把这个现象用因的话来讲，就叫做拍头。你敢知影北投温泉主要的源头吼，就伫咧地热国这大只哦，伊有80度到100度哦。啊，这种温泉啊，伊有硫磺，啊，毋过伊本身吼是袂臭的啦，是因为硫甲氧气结合所产生的 SO2， 才会有这种无啥好闻的味。啊，伊的味啊虽然真重，啊，毋过啊水质是足清，而且佫有色花青色，所以啊佫互叫做是青红泉。啊，这种温泉啊，甲日本的玉泉温泉是同款的水质咯。1895年啊，日本统治台湾了后啊，日本兵因就调查北投附近的地理环境，佫有水质，啊，因就看到北投温泉的特色，所以啊，因就把这个所在当作是日本兵啊因咧疗养的所在。迄当阵的北投温泉啊，除了日本军啊因会来遮开发以外，嘛有一寡位日本来的日本人啊，伫咧遮咧经营温泉的旅馆，所以啊嘛吸引做侪介意浸温泉的日本人啊来遮消费。北投温泉就伫咧民间甲军方的发展开始产业化。安尼你敢知影遮个温泉伊会流去什么所在？应该就是安尼一路顺顺啊，一直流落下骹的溪水啊。无唔对，这嘛是咱今仔日要讲的故事重点之一咯。大兴，咱拄则有讲到野溪温泉对无？对。那呢，恁敢知影？这条北投溪的溪边啊，都有温泉会对涂骹底一直冒出来哦。这方便。对啊，所以迄个时阵，就有足侪人拢会来到遮浸风水。浸风水，等下，咱一般拢是讲浸温泉，啊，你哪讲浸风水哈？因为我听讲啊，北投遮个人拢讲浸温泉，就是浸风水。哎，你敢我都想象。较早人是伫这个溪边咧浸温泉呢，你看迄水足清的对无？啊，毋过你敢知影，政府啊有一段时间是禁止大家来遮浸温泉。是安怎要禁止哈？因为迄个时阵啊，民俗风情较朴实啦，啊，遮对路边呢，对，长头白日伫咧路边浸温泉，安尼袂看一啦，所以就互禁止啊。啊尾啊吼，是伫咧迄个当地业者啊，拍拼来去争取。日本政府才决定要好好来规划咱这座北投公园。
迄当阵日本啊，甲即个所在啊，就规划做是一个温泉观光产业的园区，啊嘛，规划即个公园啊，互大家来遮放轻松。毋过啊，今日的重点北投公共浴场，咱今来好好甲介绍一下。这天气足凉。足水的，这栋啊，就是咱今仔日的主角。我知影，伊就是北投公共浴场，也就是什么北投温泉博物馆。对啊，伫咧东车市是咱全东亚规模上大的公共浴场哦。啊，这个环境吼，真正足清幽的呢。而且我甲你讲，咱即摆会当徛伫遮看到即栋遮水的建筑物，其实咱爱感谢一阵北投国小的老师佮学生啊哦。安怎讲？就是因伫一届的户外教学，因就行，啊，就发现即栋完全无人咧使用的浴场哦。因就想讲啊，要甲即个较早的基地啊找找倒来，所以因就连续足侪人啊，甲即栋建筑物变做是古迹。哦，所以这外观是当初是佮重新整理的吼，足气派的呢。对啊，你看伊的外观，一楼啊是做浴场来使用，啊伊是用砖啊甲插头、钢筋控骨力来配厨汤，啊伊二楼的壁是用插座护栏板的结构，甲开放式的走廊。厝尾顶的设计也是通风窗，规栋建筑物啊，虽然是日本甲西方的组合，啊，毋过啊，煞袂感觉介奇怪。尤其是甲咱四苦练等的自然环境啊，真水的结合做伙哦，所以啊，才变做是北投公园内底上重要的景点。听你讲起来足趣味的呢，你跟坐来去看卖好无？行。你敢知影是安怎咱即摆烫的啊？是安那？就是因为啊，咱这烫的啊的习惯啊，是为日本时代就已经有的哦。哦，啊，安尼嘛会当维护咱规个浸温泉的所在。对吼，我拢无想到。哇，青团啊！哇，伊这茶做的下仔肚足有气氛的呢。系啊，敢若来到迄阵啊，日本的温泉饭店。系啊。各位同学，若来到这，大家一定爱记哦，爱换青团啊！等我一下，你动作伤紧。啊，你紧的，莫搁搞话啊！俊杰，咱的这爱会记走好走。啊，对，我袂记摕我的锁匙啊。这个锁匙你若用胖记的话，你的鞋仔就摕袂出来。你就来烫只脚倒去啊！哇，俊杰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感觉这个北投温泉博物馆啊，真正是做用心的呢。安怎讲？伊就甲一寡大浴池啊、小浴池啊，佮有咧呛水的所在，拢恢复互咱看啊。哦，原来是啊。啊，厝边啊，这就是遮上有特色的大浴池。大浴池。对啦，来到这种公共温泉吼，一定拢有一池足大池的浴池。对啊，而且最近我甲你讲哦，你看到遮个条啊，佮有下骹的迄泰路，全部拢是用迄当阵的罗马式的风格设计的哦。哦，所以你是讲这拢是从迄个时阵就留到即马？对，而且佮有咱即马戴的这涂骹，涂骹。这就是为迄当阵日本时代起了，就留到即马。迄当阵啊，日本人伊就想讲要甲全世界上合拍的物件拢起伫咱这个浴场内底，佮有边仔看到的这种窗仔门。这我看这菜花汤嘛新鲜啊呢。伊新鲜啊，是因为伊有一个故事藏伫内底。什么故事？这个窗仔门伊伫咧恢复进前啊，其实就规片互淘汰去啊。等下，你讲窗仔门规个互淘汰去？对。这大片，这是要起迄堆啊？而且大家人四界找、四界走找拢找袂到。啊，尾后要安怎？落尾因就是摕较早迄种古相片，啊，就安尼对照，啊，甲伊恢复变即摆咱看到的这个风采。你嘛爱足感谢当时斗三工的热心人士，咱即摆才有法度看到遮水的博物馆。所以咱即摆就是踏伫一个古迹、最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内底啊。这个所在就是当初是因要行秘密浸温泉的时阵，就是为遮秘密的。我发现伊甲一般的浴池生了无共款嘞。对，无共款。日本的浴场啊，伊的浴池边啊，拢会当坐啊。啊，不过伊遮干那这边会当落去。这你就讲到重点嘛。迄当阵咧设计这个浴池的时阵啊，就是人间会当徛咧浸哦。因为徛咧浸嘛，就当互搁较侪人拢会当来遮浸温泉。对唔对？准计你身悬外悬？ 170几啊安尼。哦，安尼这有会使。限制吼。
因为这个猪啊，你看伊甲迄个上深的所在，嘿，伊是突出的落去。其实有130公分。啊，我知影啦，身高无较高，你就莫徛落来，你徛较对，咱就爱徛较这边的。各位小朋友，我甲恁讲，因为这个所在啊，即摆为着要保护咱的骨质，所以咱已经袂当落去浸温泉啊。所以你忙来到这里，咱普通啊跳落哦，咱用目睭浸就好啊。行。大兄，这个公共浴场应该是所有的人拢会当来遮浸温泉对无？你安尼讲嘛无毋对啦，只是讲吼，因为迄当阵的年代啊，就是较保守嘛，所以迄当阵咱即摆看到这个大浴池，敢若有查甫人会当伫内底浸。查某人伫遮？对。安尼查某人咧？所以因就有设计另外一个所在，是咧互查某人佮有囡仔会当浸水的所在。哦，所以甲伊分开啊。对啊。俊杰，咱即摆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是迄当阵的囡仔人佮有查某人因咧浸温泉的所在。因为日本人因做注重卫生的嘛，所以迄当阵因要去浸温泉之前啊，爱甲身躯的泰戈尼落落个物件洗好掉。对啦，迄时阵吼，日本人足注重卫生的，嘛安尼影响到台湾人哦。对。互你体会一下，迄当阵的查某人甲囡仔人是安怎浸温泉的。袂歹哦。啊，日本人去浴池了后吼，去影响到台湾人。好。会当开少少的钱，给咱甲规身躯洗好芳光好。温泉嘛袂当浸伤久哦。好，安尼行，咱起来顶悬纳凉一下。有纳凉的所在，行行。榻榻米呢？对啊，二楼这个所在有够空旷。你看迄风安尼吹入来凉凉啊，足舒适的。坐咧休困，坐咧休困。哇！哎呀！其实迄当阵即种浴场啊，嘛是一种因咧交陪伴暖的所在，所以迄当阵迄个舞台啊，它其实有一寡表演，啊，大家人就会当坐伫遮纳凉啊、开讲啊、放轻松安尼。安尼我想睇者。等下，徛。啊啦！这个所在啊，即摆有讲，咱就是爱坐咧。坐咧。因为安尼会当互更较侪人啊，做伙享受这个舒适的空间。哦，来遮浸温泉。佮有所在通到休困啊，看表演啊，看风景、吹风，足舒适的。行，咱出来外口看卖啊。外口啊？行。俊杰，其实北投这个所在啊，因为伊边仔拢是山，边仔拢是山，所以伊热人的暗时啊，袂讲介热。伫1913年啊，这个所在起好的时阵啊，因为着要吸引一寡游客来这个所在佚佗，所以因着举办一个叫做台北大纳凉会活动，就是你即马看出去，遐你看会到的所在，拢有摆一寡搭的凉水搭、电路搭遐。真的最像迄夜市啊的咧。对，唔安尼，搁有，就是伊下暗可以放烟火。所以就是迄当阵，因为这个活动啊，就互北投的暗时啊变甲热闹滚滚。迄个气氛一定足好。对啊，所以啊，迄当阵的日本政府因就想讲，好，既然恁要来遮佚佗，安尼我就为北投线延伸一条支线，叫新北投线，就是互人较方便来遮佚佗的啦。是讲俊杰，你敢有坐过台北捷运的红线？有啊。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为北投坐来到新北投，甲当初时的人啊，坐火车的路线是同款的哦。哦，所以安尼无共时代的人嘛会当有共款的回应呢。对啊，像较早的人啊，就是坐火车来遮浸风水，啊，咱今啊就是坐捷运来遮佚佗啊，佮浸温泉哦。原来是安尼。今日来到北投这个所在，互咱对这历史有更较深的了解。对啊，北投会叫做北投吼，就是因为遮有地热，乌骹顶就会呛烟，就好亲像吼平埔族海胆高兰族内底有迄个足强大的巫师啊，咧做法共款哦，会呛烟，所以用因的话就叫做北投。浸温泉的惯势啊，是为日本时代开始的。若想要浸免费的，就是野溪温泉。北投公园内底上重要的建筑物啦，就是公共浴场。当时大家拢是坐火车来的哦。安尼大家拢会晓好。